是李亚笑念歌团，真欢喜，伫即个记者会来做一个简单的开场。因为莫讲伤济，现在下落歌就来甲唱落。咱来乡亲的时代啦。 咱的朋友兄，阮要来念歌互恁听，介绍公共电视新做的电影。什么电影？毋是电影。无是啥？这叫做影集。哦，电影影集，迄拢共款啦。哎哟，人讲吼，人生是一人一款命啦。阮即摆要来介绍《再见1987》，互恁大家听。 这是爱情的出头，嘛有家庭的吵吵闹闹的。迄40多年的听候啊，感情有头是无尾梢的。 来创治，互伊两人去拄着大时代的代志，若要活命，着爱分离。对啦，哎，这个故事当中男女主角哦，俊贤甲曲雪两个人爱甲迄个糖甘蜜甜的时阵啊，男主角俊贤啊。 煞去互拍做政治犯啊！哎呀，无法度啊，只好哦走去迄个韩国撇风头啊。无遇着讲啊，去到韩国人地清疏，竟然搁去互掠去迄个战犯营啦！吼，因讲吼叫做厝漏，搁去拄着透明雨，要走互你行无路。对啊。 这个伫台湾的曲雪啦，哎呀，两骹查某无啥事，搁有两位的囝儿爱请治，迄心肝操烦啊，阮无伊唯独来阮那做事。哇，啥知影讲唯独为一个变做咧武政治啊，向掠去禁家路，个人治。 哎，这个俊贤甲曲雪，这七站哦，按下先莫讲啊，来讲1987年的代志。就是迄个曲雪的大查某囝啊，因为一封的批信啊，去知影着讲伊的老爸竟然还搁伫人世间啊！哎哟，阮阿母甲我讲，我自细汉爸就来世，伊敢会骗我40年？到底发生着啥物代志？我较甲问，伊都毋讲起。伊讲假讲会出代志。也毋过，迄时是迄时啊，即时还即时，我毋管啦。伊若毋是毋讲吼，我着家己哦去厝的伊。对啦。 因为大时代的动乱，家庭破碎，袂团圆，互不离将，改名换姓求安全的追求理想。哎哟，敢会这会困难呐？ 才会提出着勇气，行踏在大时代的人，用什么款的方法，才会使来解破呢？8月30号邀请大家公视台语台暗时8点准时家来收看。再见1987，多谢大家。
真感谢微微仔笑念歌团，替咱带来遮尔精彩、佮充满台湾传统韵味的开场表演。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贵宾，大家下晡好。恁食饱未？敬去倒位啦？恁食饱未？哦，安尼嘛较对。好，欢迎大家来到公视台语台年度大戏《再见1987》的记者会。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嘛是剧中的演员陈彦嘉。大家好。再见1987是一部经过40档的大时代作品，行过韩国甲台湾，用一段深刻的爱情，牵起1940年代战争时期，战后威权时期，一路到韩战，到韩国419运动，描写迄个时代少年人是安怎追求自由甲梦想。而且，这部作品嘛替台湾的戏剧创造真侪头一摆哦。第一，台韩历史头一摆伫咧戏剧内底交汇。互两国的历史记忆会当透过戏剧互相对话。第二，头一摆聚焦韩战战俘，亲历战俘营的题材，搁一摆去想战争甲自由的意义。第三，嘛是我足欣赏的，看过去韩国经典的时代片头拍片，团队特别去顺天野市城，实景取景，用真考究的场景布置，尽量还原迄个年代气氛。当然啦，遮尔好的作品。嘛爱拄着足侪贵人才会当完成。今仔日现场有真侪一路支持阮的长官甲朋友，所以落来就爱请大家用拍声欢迎遮的贵宾，因为无因的支持，阮无法度完成遮尔好的作品。头先就要来欢迎公视台语台的长官李东熙台长，欢迎。再来要欢迎节目部经理罗碧成经理，欢迎。再来要欢迎兴起部经理吴东木经理，欢迎。再来要来欢迎节目发行组组长关武行组长，欢迎。接下来要介绍合作平台的代表，因互好故事会当下过平台的限制，互更较侪观众看会到。欢迎平台中华电信，欢迎，谢谢你们。再来要欢迎赖 TV， 感谢。嘛要感谢重要长官，感谢恁一路甲阮做伴，斗阵拍拼。欢迎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徐先如科长，欢迎。感谢市府甲华南影视基地的支持，互咱会当完整呈现韩战战俘营，感谢。再来要特别感谢国立台湾文学馆陈银芳馆长、研究助理陈亮瑜，感谢推出跨界展览，嘛欢迎大家去台南本馆、甲台北文化牛村参观，感谢。接下来要特别感谢前卫出版社郑清红主编，感谢出行版画家周建信老师创作原新的多雄小说，感谢。接下来要特别感谢东吴大学政治学系陈俊宏教授，欢迎，感谢长期投入人权教育，嘛一路支持这出戏的推广，感谢。再来，最后要特别感谢大春炼造李国荣品牌总监，欢迎。感谢品牌跨界到收听推出再见1987的联名散文，搁一摆感谢所有贵宾的光临，接落来请大家拍声吹落，欢迎公视台语台李东熙台长上台为阮讲几句话，欢迎，拍声袂当停哦。咱的再见1987会伫8月30号伫咧公视台语台首先播出哦。欢迎台长。歹势，我毋是条工要穿较红的吼。阮当年大家拢穿乌丝，干我穿这个，实在是甲我白贴吼，诚歹势吼。我本来是讲要介绍贵宾，拄则主持人介绍的，我就无搁感谢吼。嘛感谢导演，制作人南宏吼，搁编剧。上重要是感谢咱在座的演员，咱这出戏吼，会当行到这步，实在无简单吼。首先我嘛是爱感谢文化部，上来讲以上，台语台是咧推展咱的文化，甲咱的历史，所以文化部这预算，会用讲是真重要一种叫做银杏。人讲饲料，我是感觉银杏啥呢？因咱台湾的历史文化已经消失真久啊，互打暗真久啊。咱这条文化部预算，我台语来遮我都来拍这出戏，甲咱的历史，甲咱的文化。
记忆搁救倒来，所以这是一种人性。这嘛是一种连家，就是连着剂。咱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文化，会当参国际连做伙，所以文化部这笔预算，对我来讲，这就是连家。你看咱从来毋捌知影，咱台湾的历史会参韩国连做伙，会参日本，日本大家拢知。但是咱台湾这政治员走去到韩国，咱这边毋听到。咱知影即出戏的发生的地点就伫咱彰化、搁鹿港、搁台中，走去到韩国，所以咱台语台有法度来拍即出戏，是文化部即个人性搁迄个廉价对咱真重要，所以我大家甲文化部拍一个拍咧。我希望即出戏会当伫咱台湾，因种这是台语台第一出全预算拢按台语台出的。我希望讲即出戏会当伫变成台语台今年，毋单是讲今年的年度大戏，嘛是咱未来台语台会当搁继续行即条路的大戏。多谢罗兰。感谢台长精彩的分享。嘛，因为公司台语台长期投入台语戏剧的制作甲推广，互更较侪观众会当透过戏剧认捌无同世代的台湾故事，嘛，互台湾的影视作品会当一直行向国际。其实讲吼，要完成一部即款的作品，爱下过台湾、日本、韩国3个国家，该牵涉着遮尔侪时代甲历史，其实有影无简单呢。对历史研究、看古摄影，甲无同的文化、甲无同的语言，剧组合作，每一步拢有真侪挑战。说落来，咱特别来邀请重要的推动者，因一路带领团队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请大家捧一声嘴咧，欢迎本剧制作人、编剧陈南宏先生上台，来甲咱分享这创作的过程，欢迎。大家好，我是南宏。首先感谢台语台有法度有这个预算，甲有这个机会邀请到真侪演员，尤其是到韩国来的演员甲工作人员。头段唱名有一个无唱到，就是到2022年陪伴我写剧本，伊甲即马编剧吴岱云，非常感谢。今日其实舞台是演员的哦。我就简单念一首歌的歌词，这是阮离未来要发表一个主题曲，叫做《春天的歌》。要甲大家见面，其中引用到韩国的1970年代、1970年代。我现在switch 一下哈，让那个翻译可以翻。我们引用了1970年代，拍摄了哈。1970年代有一位很有名的创作者叫金基敏，他写了一首歌叫做晨露，早晨的露水。好，我用这一首韩国的歌献给大家，也祝福大家。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跟韩国历史可以在台湾交汇。以供晨露，经过了漫长的夜，在草上凝聚了像珍珠一般的露水。我的心满满的悲伤。清晨到山上学着微笑，那红红的太阳照着墓地，正中午的酷热试炼着我，我要前进，朝旷野前进，舍弃悲伤，我要前进。感谢大家。感谢制作人精彩的分享。制作人的分享听煞了后，唔知影大家敢有更加期待这部电视剧有无？安尼袂使啦，真正袂使啦，有无？安尼嘛确对，嘿啦。再见1987，毋但是台湾的故事，嘛是一段下过各界的共同记忆。我嘛会当足希望，互较侪韩国朋友做伙来感受到这段历史带来的情感。说落来，咱就要来甲时间交互大荧幕，做伙来欣赏《再见1987》的精彩片花。Hello，秋友，手真一些哦。엄마!
안녕하세요. 은지? Your name is 은지 too? 엄마, 누구야? 대만에서 온 너의 아빠 딸이야.你大家感谢做李俊贤，这感谢你阿母。这是爸对韩国行倒来对无？伊根本就无死啊！阮是一定希望世界变得更较好的少年人尔。哪你咧到底去找伊啊？唔通，迄足危险的。有啥物危险？代志拢过遐久啊！迄恁无经过，恁无经过啦。迄当阵的我，唔惊天，唔惊地。因叫咱唔免烦恼，讲一定会互咱食会饱，穿会少，这瘟疫到底当时会过去？贤啊，会使甲你做伙面梦，真正足幸福的。我想要甲咱的生活团做经验啊！我知啊，我拢有感受到你是要传达的。我只是想要甲大家讲，想要甲大家讲，伫战争的时，也是看会到人生温暖的一面。啊，毋过追求理想，却脱离着咱上亲的人。意图颠覆国家，你认不认罪？小姐，你敢知影甲人伫倒啊？我知影你只是想讲，你当甲这个社会当较好咧。啊，不过你所会到底是犯了不起的代志，你当安尼牺牲性命？是啊，咱的理想甲真正遐尼重要。你紧走，你咧讲啥啦？我会等你转来。贤啊，咱今日这条路，敢对？40年啊，你过了好无？啊，你了啥？我了水鸡啊。你嘛晓好水鸡哦？素文，家己会使伫一个生分的所在，会使熟悉到你，真正是足欢喜的代志。想无我陪伫你的身躯边，好无？은지야, 네 아빠는 여기 사람이 아니야. 그게 무슨 상관이야? 나한테 아빠는 도박쟁이 술고래야. 집을 날렸다고. 네가 생각하는 것처럼 그렇게 간단한 문제가 아니야. 이상한! 왜 그랬어? Hey, what are you doing? 迄个时阵，若毋是拄着恩赐，我着互政府掠去啊！台湾、日本、韩国，自从甲你分开了后，我着一直咧逃亡。啊，毋过我一直会记得咱的约束。迄一摆，我真正差一点仔就会当转去见。只是，지금 이 사람 내쫓으라는 거야? 아니, 내쫓은 게 아니라, 어? 한국말도 잘 못하는데 제주도 가면 굶어 죽는다고. 아, 그럼 뭐 어쩌자고? 최소한 여기서 일하면서 빚은 갚고 가야지. 어? 일이 이렇게 잘 풀릴 줄 몰랐어. 도봉래 정말 감사드립니다. 대형님, 좋다네. 카츠키요. 오빠 잘 가요.
신경을 그리고 두고 있는 것인데. 쥐새끼는 없는데 쥐꼬리는 왜 여기 있지? 그래,他就听着。但是我来的时候，看到个咱那个金老板给带去了。过来嘞。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ですか？キヨです。どちら様ですか？ユキさんですか？ウンスクです。隣に知念がいるんですか？ユキ。我啦，啊你过得好无？破声，我去加补陪呢。哦，相信大家到共款看煞了，心情也搁停留伫迄个年代，嘛一定会搁较期待这出戏正式甲大家见面。刷落来，接下来我们就来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导演跟演员们，欢迎。来，我们第一组呢，先邀请林宇轩、苏明明，欢迎，欢迎两位。林武轩甲苏明明姐啊，欢迎恁两个。爱徛甲遮吼，无因头拄讲吼，若是伤头前会五声哦，吼，爱徛遮吼。好，咱先看中的镜头，刷来正边的镜头，刷来倒边的镜头。还阁有倒一个老师也要翕到中个镜头，会当举手哦。好，倒边遐阁有，阁有好，正手平吼，也要翕到的老师爱先举手哦。好，中间再一次，好，感谢两位演员来先伫遮稍等一下，好。来，后一组特别欢迎冯志友、林铁希，也阁有何浩成，欢迎三位演员。来，徛较后壁，安尼才袂五声吼。好，来先看中的镜头。刷来是正边的镜头。刷来是倒边的镜头，阁有OK， 中阁一摆，老师家己举手哦，好，倒边，中敢若说算一个游戏共款的哦，正边。倒头来，哦，中好，后面的镜头，差不多哦，各位老师 ，OK 啊，好，OK， 倒边，好，我们要先等所有的拍完，不好意思，谢谢三位演员，来这边先稍等一下。说了来，接下来下一组就要来欢迎从韩国远道而来的演员，欢迎李佑菲，欢迎！哇，掌声鼓励，真的非常不容易。真的，他们真的是远道而来啊，为我们记者会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来，我们这边请哦，在这边，给。好，来，我们先看中间的镜头。 가운데 바라보서 주세요.
再来看右边的镜头。 오른쪽 바라봐 주세요.好，再来看左边的镜头。 왼쪽도 바라봐 주세요. 老师都没他讲韩语啊嘞。好，来，还有没有哪个老师还没有拍到？哦，中间。 가운데도 바라봐 주세요. 好，好，右边右边。哦，英语弄出来啊。有够无简单的啦。哦，this one，哦，this one，哦，哦。好，咁有哦，入色哦 ，OK。来倒平倒平。好，老师拢 OK 啊吗？啊，中搁一摆哦 ，OK， 好，好，多谢演员，谢谢。接下来一样要欢迎从韩国远道而来的演员文熙景，欢迎，掌声不能停，真的是特别感谢。来，我们这边请，来，我们先看中间的镜头。 가운데부터 바라봐 주세요. 好的，开始大家各国语言可以开始发挥了。来，右手边的朋友。 오른쪽부터 바라봐 주세요. 好的，那再来是左边的镜头。 왼쪽이에요. 哦，也希望他们呢这次来台湾可以待久一点，可以吃多一点好吃的东西。 대만에서 오래 계시고 그다음에 맛있는 거 많이 드시면 좋겠습니다. 好，还有没有老师？有吗？好了吗？好，谢谢所有老师。哎，谢谢我们的演员，我们请掌声鼓励。我们也邀请所有演员来到舞台中央。 무대 가운데로 와주세요. 对，在我刚刚的就可以了。好的。 那我们一样，我们来邀请所有演员以外，还有吴宗瑞导演、李宽佑导演，也有咱的制作人，欢迎欢谢，这回来到舞台中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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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来导演，来加，导演加制作人，来哦好，那呢，咱就都到齐了哦。 都到齐了，我们大合照，稍等后我们会再一起拍。我们先进行访问，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大合照，很特别的那种。好的，我要切换回来，对不对？好，因为我嘛有演出再见1987啦，所以我感觉讲吼，会当做会当演出这部再见1987，真正是一件对演员来讲是一件足幸福，嘛就。 就有挑战的代志，好，来头先就要来问两位导演，准备好啊吼。好啊，我们这边呢也会，我会接下来会慢慢的讲啊，因为我们也要让翻译有时间，否则翻译刚刚可能已经瞪我大概5次了，好，所以慢慢来哦，慢慢来，好，头一个想要请教两位导演，再见1987下过40多档的历史。 嘛，感谢着台湾、韩国、日本3地文化，迄业的规模真大。伫咧准备过程中，两位上希望观众会当透过这出戏看到什么款的故事呢？我用中文讲。当然没问题，没问题。以前的年代很多不容易啦，那光是再见一面就有可能不容易了，再吃一顿饭也不容易，啊，再牵一次手也不容易，所以这故事是献给。 属于那个年代，然后也献给我们自己，就所有有心、有情、有爱的人，有勇敢生活下去。谢谢。多谢啊。哎，从李导演，你嘛爱分享一下啊。我嘛有华裔。上班呢，上班呢，就是我觉得在不管是以前那个时代，1940年代50、60到故事的87年，到我们现在2026年，我觉得。 找到命中注定，然后可以一起努力的伙伴跟伴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有点混乱，然后有点紧张时代，找到适合的伴侣跟伙伴，然后有一天可以继续向前行，然后迎来到世界和平的那一天，然后我们都可以一起自由跟快乐。好，
多谢两位导演的分享。也毋过我嘛少好奇一件代志的，恁即摆去韩国拍片的时阵，敢有拄着啥物足趣味的代志？因为我无对调啊，我以后会当带我去，我会当做编辑的助理哦。好，啊，敢有拄着啥物足趣味的代志，会当甲大家分享？我觉得有一个是，因为我们有到韩国的顺天片场拍，然后他们就有分为80、70、60、50、40年代，它就是一个影城，然后在韩国有10几座这样的影城，然后我觉得可以学习到他们搭景的专业跟方法，然后也很感谢台南的岸内片场，然后提供我们很好场地，我们也在台南搭建的战斧营，所以我觉得两边对于搭景的细节跟要求都有互相学习。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演员，就韩国演员真的如同以前我自己做功课或看一些大师访谈，就韩国演员是会完全照剧本的意念去一字不漏去表演里面的情绪跟核心，然后非常的尊重编剧，对。但台湾演员是弹性很大，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出很多新的东西。那韩国演员来台湾的那2个礼拜也玩得很开心。就文老师有跟我说，就是跟 Yubi 一样，都说在台湾导演跟演员是可以玩在一起，然后去试很多戏的不可能，然后跟很多的可能，然后他们也觉得可以把这个弹性带回去韩国，这样，然后这是我觉得两边都互相学习到的地方。然后台湾演员跟韩国演员都做了很多密集的交流，多谢两位演员的分享。我听到听煞了吼，感觉讲吼，不管是时代吼，也是讲语言的挑战，真正无简单。也毋过咱拢已经完成啊，所以大家会当更加期待再见1987的播出。好，多谢两位导演。所来就爱来访问一个宇轩吼，宇轩，你即摆角色吼。伫感情内底有真大的起起落落，迄当阵头一摆接到剧本的时，敢有拄着啥物足特别所在？也是你感觉挑战上大的是倒一场戏咧？我感觉你拄则讲我感情有起起落落，安尼大家误会。其实我伫咧内底根本无谈恋爱。哦，真的哦，安尼大家误会吼。因为感情起起落落是因为甲母仔囝的关系，甲爸仔囝的关系，所以伊就是。细汉的时阵，缀妈妈、缀爸爸经过足侪代志，毋过40年了后，伊可能袂记你了啊，伊可能感觉迄当阵的经验伤恐怖啊，拢袂记你了，所以妈妈就一直甲伊讲一个另外版本的故事，伊就一直互这版本骗40年安尼，了后才感觉讲奇怪，哪会伊甲我讲爸爸翘去啊，哪会还佫伫的，哪会佫有爸爸的皮行来，所以。我毋则讲，无我要去找爸爸，安尼找着爸爸了，看着爸爸迄个男烂型，一开始有淡薄仔失望，嘿，想讲，哪会生甲安尼结果是，嘿，少年时足缘投的，毋过老啊是就是男烂型安尼，就是无了解嘛，无理解伊到底是经过啥物款的代志，所以听爸爸讲了，才知影讲，哦，这是40年真正无简单，要转来处理，要开迄路，真正。很不容易，所以就是我感觉内底有一场戏是我足介意的，就是我爸爸跟一群小朋友一起围着我唱歌，唱着唱着，老的爸爸突然在我面前变成年轻的爸爸，哇，迄场戏我靠甲，我足期待会当看到迄场戏嘛足期待大家会当看这出再见1987。好，感谢宇轩，感谢宇轩的分享。听煞了吼，嘛会感觉讲虽然足侪挑战，也毋过伫内底算较足欢喜的吼。好，所来特别来欢迎咱演员苏明明，明明姐啊，你好。你好。想要请大家好。大家好吼。想要请教明明姐啊，你过去陪观众行过真侪经典的时代作品，即摆甲即阵少年的演员甲导演合作，敢有倒一场戏，互你特别感动，也是有特别有印象的？其实这个剧本若拍着我的时阵，拢是爱哭的，拢是安尼敢若情绪戏啊。有一天我甲导演讲，导演，咱会哭了伤济，这场莫哭啊好。导演，你敢袂记的？我刚刚伫遮看这个片，我感觉这个预告加了袂歹，我看点嘛安尼。感情足满的，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伫这部戏内底演的，就是讲人生的无奈，咱嘛是爱忍耐。
多谢婆声，多谢冰冰姐的分享。接落来，咱就要来欢迎林特希，欢迎甲大家拍一个招呼。大家好，안녕하세요. 저는 임철희입니다. 와, 보아声水落咧，无简单咧。好，特希，我其实足佩服你的。你伫这出戏除了要讲台语，佮爱讲韩语佮日语。伫你准备过程当中，也是你拍片的时阵，敢有拄着啥物困难，会当甲大家分享？我是讲华语好，没问题。嘿，要给翻译。对，就是其实这一次讲了日文、韩文，然后台语，还有一点点东北话跟英文，就是在这种不那么熟悉的语言下，其实要再加上表演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挑战，然后也花了很多时间准备。근데 유비는 정말 인내심이 많고 따뜻한 사람이에요. 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然后又很温暖的人。他跟大贤哥其实都是。对，没有语言的部分，对，就是所以对，所以语言的部分，其实他们也在现场给我很大的信心，因为我刚开始有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那么熟悉这个语言，可能会有点卡，希望你们多包容这样。但是他们就说没关系，你这本来就不是你熟悉的语言，你就尽量演，我们会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然后当然，我觉得刚刚看这个预告，就是有点像导演说的，就是我觉得很开心是能够遇到一群这么棒的人，然后这么棒的演员，就是不管是我们在前面遇到，后面遇到，然后还有我那群兄弟，就是觉得能够参与这样的事情，能够参与一个这样的戏，然后感受到整个团队是一起的，然后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的前进，努力的想要传达。我相信在影像里面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件事，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感谢。这样，谢谢。感谢天希分享。其实我感觉做一个演员除了应该自然，嘛爱做足侪功课的。像天希，就爱练习足侪国家的语言，真正无简单。也毋过一切拢是有价值的。多谢天希。好，接落来就要来欢迎咱的演员彭智友，欢迎甲大家拍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彭智友，我是再见1987内底的曲选。我真正希望大家看了这出戏，会当家己感觉家己是真正足幸福的人。好，切换华语，谢谢。好，智友啊，你即摆个角色背景除了是较古早的年代，咱头拄仔有看到，搁爱受到各种的拖磨，伫咧戏内底真正是无半刻会当好好享受幸福。那安尼，即摆对你来讲，这个角色上大的挑战是啥物呢？我怕继续说台语会让大家见笑，因为其实距离我们拍摄完也蛮长一段时间，有点久没有使用这个语言。当时是非常认真的在变调跟处理发音的部分，但今天我们不纠结，所以我想说我现在用华语来回答。没问题。对，其实我觉得拍这部戏对我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除了语言上面、表演上面。时代跟时代的跨度上面，我觉得我都是全新的挚友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导演、制作人，大家给我公视台语台给我这么棒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也很希望真的像我刚刚台语说的，我希望大家看完《再见1987》以后，可以就是好好的发现，我们真的都生在一个很幸福的时代。多谢智友的分享，嘛足期待你伫内底角色哦。好，接落来就要来欢迎咱的演员何浩成，欢迎。甲大家拍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何浩成。好，浩成，你即摆的角色好成有点要讲那个苍蝇的台语好成。对，我避开这一个很久了。大家好成的话，里面练最久的，我练习最久的那个台语就是好成，很像我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好成。莫安尼讲啦。好啦，好成，你即摆的角色会当讲是戏内底的关键人物，而且甲你真正互观众的印象差真济呢。是讲为着要甲角色活伫光这个世界，你伫准备角色的时，敢有做啥物功课？也是演起来上刺激的是倒一个部分？就亲像主持人讲的，我真感谢导演啊，各公司台，互我这个机会，会使演这个角色。因
因为真正是我接过上困难的感情之一。然后，其实对我而言最困难的，从来不是剧本啊要切换台语，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呈现那个时代的那个状态。那其实当初确定我要出演的时候，我给自己第一个设定是我希望自己在至少外表第一眼看到我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人，所以在准备的时候，我常常去河堤边跑步，然后都基本上是只穿着一条运动短裤。有拍到吗？大家有啊？没拍到。只穿着一条，然后把自己晒的，因为我们有战俘营的那个剧情，然后我希望自己用一个最自然的方式去把自己的皮肤变得越黑越脏越好，然后很长时间的断食，一天可能只吃几粒番薯跟几粒茶叶蛋啊那，然后在大概2个月的时间，就是减了大概8公斤的肌肉这样子。哦，对，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好，多谢浩信的分享。多谢。其实吼，我嘛想要分享这个故事啦，因为我伫戏内面有甲伊对戏啦。啊，我就发现讲，逐摆剧组若是有请什么好料啊、饮料啊，伊就安尼看看、洗洗。我讲好，我食饱，好。刷落来就闪了足远的，啊，后来我才知影哦，伊是为着要身材顾身材啦，吼。我觉得我的艺名就跟我的这个动作很像，跟他好型。看看，我用闻的就饱了，我用闻的就饱了这样子。也毋过，这就是演员的专业吧。好，大家拍声嘴落，好，拍声，真正无简单。接下来我要 switch 了哈，再一次来欢迎2位韩国演员。李幼飞、文熙景，这一次是你们第一次跟台湾的戏剧合作，那可否请你们跟大家分享，在拍摄期间，台湾剧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们最难忘的？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哦。大家好，我是李幼飞。일단 이렇게 훌륭한 드라마에 함께 참여할 수 있게 되어서 너무 영광으로 생각을 했고 정말 감사하게 생각합니다. 首先，我觉得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剧里面呢，我能够被邀请到，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的感谢。 그리고 제가 대만에서 촬영을 하면서 가장 인상 깊었던 부분이 지금도 생각이 많이 나는데 스태프분들이에요. 대만의 스태프분들, 대만의 사람들이 정말 친절하게 정말 잘해주셨거든요. 저 그 부분을 너무 감사하게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首先，我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部分，真的就是制作团队，因为真的是对我非常的亲切，所以我感到非常的感谢。감사. 그리고 우리 감독님과 그리고 제이 씨가 정말 저한테 많이 힘을 주셨어요. 사실 정말 떨렸거든요. 긴장도 많이 했었고 이 작품에 누가 되지 않게 내 감정을 잘 표현할 수 있을까? 은숙이라는 인물을 내가 표현할 수 있을까 하는 고민을 많이 했는데 감독님이 항상 현장에서 스릴러? 이렇게 해주시고 제이 씨도 정말 눈만 마주쳐도 제이 씨의 감정이 저한테 다 느껴질 정도로 연기를 너무 잘해주시고 감정을 그대로 전달을 해주셔서 정말 훌륭한 배우라고 생각을 하고 너무 감사하게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就等待ください。我们请翻译分享一下我刚刚给他炙热的眼神。好，可以开始。对，没关系。对，首先我非常感谢这个导演跟林哲熹这个演员，因为呢，首先那个时候其实我很紧张，因为毕竟有言语的问题，然后呢，真的是我也是感到很多的担忧，然后呢，尤其是他们2位呢，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因为我也不想要毁了这个作品，所以我也是尽全力，所以我也带着这样的一个压力，而且是要表演要演这个恩淑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表现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部分，真的是导演常常就是跟他说睡啦，就是那种这样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呢，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演员，他就是只要对到他的眼睛的时候呢，其实不管就超越了这个语言。能够感受到它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这个部分是我到现在也感到感谢的部分。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谢谢，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想要听听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西景演员西景的分享。大家好，我是문희경。掌声鼓励。짧게 이규바지에서 김은숙 역을 맡았습니다. 올드 김은숙。我在再见1987里面担任的是比较有年纪的这样的恩叔。 처음에 이 역을 제의받았을 때 사실 1부에서 10부까지 굉장히 그 페이지 수도 넘고 대분량인데 저희가 출연하는 장면만 얘기를 하는데 사실 전체적으로 이해하기는 힘들었어요. 근데 영상 통화로 우리 마크 제작자님, 그 레이 감독님 그리고 감독님 두 분이 셋이서 영상 통화로 굉장히 오랫동안 얘기했어요. 이 장면은 은숙의 어떤 장면이니까 그 장면을 굉장히 잘 설명해줘서 서로 대만과 한국에 있었지만 의사소통이 가능했고 그 장면을 충분히 이해할 수 있었어요. 그리고 제가 궁금한 거는 물어보면서 오로지 이 작품을 제가 이해해야만이 내가 대만 가서 연기할 수 있겠다라는 생각으로 충분히 그렇게 얘기했던 게 굉장히 많이 일단 도움이 됐습니다. 먼저 얘기해 주세요. 首先呢，我在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剧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有第1到第10，我是拿到这些，就是分量非常的多。可是呢，我们一开始拿到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演的那一段，所以其实一开始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不是很理解这整个所有的故事的来龙去脉。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这3位导演跟导演，然后我们就是透过视讯，我们真的是讲了很多的话，然后就讲了很久。之后呢，最后我就真的就是透过他们的这个努力呢，也感受到了这个超乎这个言语的部分。尽管我不是会中文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之间有了这个很好的沟通，然后呢，让我能够有很大的理解。而且我自己也想到说，我假如没有对这个戏不够了解的话，其实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他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负担去理解这个，所以这个是非常感谢的部分。 그리고 한국에서 왔기 때문에 조금 말을 더 길게 하겠습니다. 죄송합니다. 因为我毕竟从韩国来嘛，所以我讲多一点可以吗？ 괜찮아. 그리고 제작진이 사실은 한국과 우리 대만을 오고 가기 때문에 너무 멀잖아요. 자주 올 수가 없는데 의상 피팅을 할 때 있어서 사진으로 이미 다 보여줬고 했는데도 굳이 한국에까지 직접 그 의상을 무거운 트렁크를 몇 개 들고 무겁게 왔어요. 그리고 거기에서 배우들 맞게 옷을 피팅해서 정말 그 역을 잘 소화해 줄 수 있도록 최선의 노력을 다해 준 거에 대해서 저는 너무 감동받아서 한국에서 저도 이 김은숙 역을 정말 내가 잘 해야 되겠다는 그런 책임감을 많이 느꼈다고. 首先这个制作团队这个部分呢，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就是台韩这样一直来回，那可是所以在里面有一些部分，例如服装的部分呢，就是因为其实直接传送给我照片，那我就用照片去看去挑选就可以了。可是他们真的就是直接来到韩国，然后一个一个让我们去试穿，然后让我们去对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我感到非常的感动，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更是有那种我一定要好好的演好这部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 好，再次谢谢李佑飞、文希锦两位来远道。老师还有想讲吗？더 있으신가요? 많은데 이 정도. 因为我有 get 到他一个眼神。是这样。对他有一个这样，差不多了，我今天心满意足了。好，谢谢李佑飞跟文希锦两位演员。那当然，这段话原本呢我是用台语讲的，可是我觉得我也想让两位演员知道这一段话，知道现场这些话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所以我在这边想要感谢所有演员的分享，希望今天大家会更了解《再见1987》的故事，也会感受到每一位演员为角色是怎么样拼命的付出，怎么样用心。所以再次谢谢所有的演员还有导演。那
期待8月30號再見1987播出了後，可以陪所有的觀眾回去那一段充滿思念、信念還有希望的年代。最後要邀請所有演員、導演、製作人，最後要邀請所有的演員、導演、製作人，還有李東熙台長。跟今天來到現場的貴賓，還有今天來到現場的貴賓，一起來拍一張照。那我們請演員往前站2步，然後我們也邀請所有的貴賓朋友，還有所有支持我們再見1987的長官們，一起上台和我們一起合影。真的非常不容易啊！也希望呢，这远道而来的韩国演员们能够在台湾多久一点，然后吃好吃的东西。哦，人员都到齐了吗？哦，我们开始插空站，而且，大家，我们尽量站这个黑线的里面，对，黑线后面哦，对。对，然后我们可以往后一点点，我们要让今天所有的演员还有贵宾都是9头身，好，我们先看中间的镜头。가운데부터 바라봐 주세요. 接下来我们来看右边的镜头。 그다음 오른쪽이에요.再来，我们要看左边的镜头。 왼쪽도 봐주세요. 拜托大家。最后有需要再拍照的可以举手。那在这之间，記者會要結束之前，嘛要邀請所有的媒體朋友、甲現場的來賓做伙支持《再見1987》。《再見1987》會伫2026年8月30號正式播出。迄天暗時8點會伫公視第一台先播出。 暗時9點會伫中華電信、蝦米 video 影劇館、LINE TV 甲公視 Plus 嘛看會到哦。希望大家會當做伙陪再見1987，今日這段下過歷史、下過國界、嘛下過世代人生故事。閣一擺感謝所有媒體朋友、中國，閣有貴賓今仔日的光臨，今日的記者會就到這圓滿結束啊！感謝大家。 謝謝所有的演員，謝謝所有的貴賓，謝謝所有的長官。我們今天記者會到這邊結束嘍，謝謝你們。 까지 마치도록 하겠습니다. 謝謝。